各位車士通嘅觀眾你好，喺512當日，大家應該喺各大傳媒得悉到我哋國家四川省嘅大地震嘅災情咧非常嚴重。咁而家國內同胞咧處於水深火熱之際，大家呢幾日都應該見到好多籌款嘅活動。與此同時咧，我哋亦都喺呢度作出個呼籲咧，我哋喺5月25號，我哋召集咗全港嘅車會啦、車迷會啦，同埋好多汽車界嘅同業啦，會喺當日5月25號做出一個慈善 show， 希望籌多啲善款去幫助我哋國內嘅同胞。有你嘅支持，我哋希望我哋盡快可以籌到一啲善款去幫助我哋國內嘅同胞。大家好，我係路水會 Peter。你好，我係環運會嘅阿彪。我係環運會嘅阿凡。我係香港討論車友會嘅 Ringo。我係 Spare 阿 Wing。你好，我係阿樹啊。Hello， 大家好，我係龍鼓灘小型賽車場 Tommy。我係 Super 會嘅阿銘。大家好，我係康密先嘅 Tommy。我係 Tracer 組嘅 Chris。大家好，我係 Vicky。係，大家好，我哋係香港 High C 同學會嘅。我相信大家喺電視都見到而家嘅災情都好嚴峻嘅。咁希望我以代表香港 Sarah 會呼籲咁多位車迷，希望5月25號參加呢一次嘅慈善嘅活動。525全港嘅車迷會約咗你，災情告急，刻不容緩。災情告急，刻不容緩。嗱，而家災情告急，刻不容緩。請大家盡量伸出援手啦！災情告急，刻不容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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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希望你哋喺5月25號嚟到龍鼓灘國際小型賽車場，你哋出一分力，四川嘅災民就會少一分痛苦嘅。災情告急，刻不容緩。